镜周刊报道，孙奇君因跟郭雪芙合作戏剧饰演情侣，而欲甩正宫女友。过往也有这种入戏太深的而就爱哭哭的例子，只能说戏子真的多情，有时显得无意。之前邵雨薇和张立昂拍摄《1989一念间》假戏真做，当时前男友是原界被形容绿光照顶，邵雨薇之后又传劈腿吴康仁，是原界大方在脸书发文维护旧爱，称当初分手无关劈腿。至于邱泽，他与大陆女星唐嫣2010年拍摄陆剧《下家3000金》，进而交往。但男方与李玉芬2011年合作《小资女孩向前冲》后传出暧昧，并被周刊拍到深夜幽会。虽然李玉芬否认恋情，但则嫣恋确实因而破局。唐嫣有人上网痛批邱泽，邱泽因此也在对岸演艺事业一度跌到谷底。延伸阅读：雪芙成小三。